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8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8页。对头先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4节，就是解说甲上解尾一节，就是历史求解其义。即嘛应该呢，来稍微解说一遍。一边就是思维三心者，清净发心，念之成也；圆满报身，念之智也；千别一法心，念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心，即名有心无地；若我三心，无有自性，即名四谛菩提。听我其法，自性其三心，发明成四谛，不离见闻言，超然定佛地。我今为你说，体性应无别，莫学地求者，将日说菩提。这呢，就是今晚咱要来解说一部分。在前面就是讲有一位智通，伊虽然是看《灵溪经》有千几遍，但在《灵溪经》内底所讲的三心四谛的道理还未当好体会，所以呢，就来顶礼慧能大师，请求慧能大师来解说迄个意义。所以，思维三心者，清净发心，念之成也。这就是慧能大师对智通的解说。思维就是讲，这位智通法师就对慧能大师来讲啦。毋是这个师，就是来指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讲，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对智通来讲三心者。清净发心，念之成也。讲这个三心，第一就是清净发心，就是发心的意思。三心就是发心、报心、应发心。这个发心呢，就是清净，因为发心是一种的理性。这个理性也就是正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加定爱？发心有这个名，发心也确实呢有这个理的。但发心这是一种的理性，不是属于世间的物质。所以这个发心呢，无任何的染污，无一点仔镜的染污，名叫做清净的发心。这个清净发心是啥物呢？念之成也。讲这个就是你的本性，就是你的心性。六祖慧能大师在咧讲佛法，拢是徛在本性的立场来说明。因为伊本身已经悟了本性了，所以拢是用本性的立场来解释，所以就直接了当了。讲这个清净发心，就是你智通的本性。也可以讲，咱众生每一个人拢具足的体性、心性，这呢就是属于清净的发心。这边讲圆满报身，念之智也。讲这个圆满报身呢，就是你的智慧。这个圆满报身就是你的智慧啊，就是讲你本来有记住着智慧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叫做圆满报身。不过，这个圆满报身就是咱的智慧。咱通常所讲的，甲六祖慧能大师家所讲的呢，有小可不同。清净发心就是咱众生本来记住无着。这个圆满报身名叫做圆满就是修行的圆满。
修行的圆满所得到的高菩提，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圆满无性。为什么会当后来圆满到咱的高菩提呢？就是咱本来就有具足迄个智慧，只是讲咱还未修行以前，这个智慧或者系烦恼罪业所给压掉的，就压背在烦恼罪业中，未当得到开演，未当得到开显。有修行啦，断烦恼了成事啦。咱本来具足智慧，将烦恼罪业中开显出来，所以呢，名叫做圆满的报身。这个圆满的报身，事实上就是讲咱众生本来具足智慧，对于这个清净法身甲圆满报身，过去祖师大德有安尼批法。这个圆满把这个清净法身呢，就等于讲来画佛祖像，也只是呢将迄个笔啦来甲伊画一个轮廓，甲伊画一个轮廓而已，有迄个物件伫遐。圆满报身呢，就等于讲这个轮廓画了啦，搁再加这个色彩。只有这个轮廓，当然呢，袂当看出这个佛像到底是偌庄严。必须呢，佮用过迄个色彩啊，甲伊画落。比如讲头毛应该就是乌的咯，皮肤呢应该呢有一个皮肤色啦。比如讲目睭啦、目眉啦，规身躯的发衣啦，拢将迄个颜色来甲伊画落了咧，就变成庄严出来。那甲伊画甲真正庄严。这呢就等于就是叫做圆满报身。这个解说法就是讲，咱众生啊，本来具足有佛性无对，但必须咱搁再修福德、修智慧，安尼才会当得到咱的法身的圆满，就是变成一种圆满的报身。这边讲千百的法身逆之行也，讲这个千百的法身是啥物呢？就是你的行。这个行呢，就是这种行为表现。千百的化身，这个化身就是这种变化性。变化性真济，济到偌济呢，算亿。但呢，唔只是一个亿，有算几百亿。搁再不只是几百亿，有算千的百亿。这呢，在其他的所在名叫做讲做无极化化通。这个无极的意思是讲，在内心呢无起一个分别，但是虽然呢会当一直变化，这呢叫名叫做讲做无极化化通。那这个无极化化通，过去电影捌做的孙悟空，这个孙悟空有神通啊，所以伊即马要甲迄个魔君战斗的时阵，将伊的身躯的门安尼甲伊揪起来，甲伊揪一粒起来，将喙甲分，哇，分了甲伫每一个门呢，拢变成孙悟空，孙悟空呢变成真大分出来，这啦，事实上呢，就是伫咧说明迄个化身的道理。即马六祖慧能大师讲，千百化身是啥物？就是逆之行。凡是你所修的利他行啊，可以讲就是叫做千百的化身。因为这千百化身所讲的，就是伫咧指伊的作用、伊的功用。这个作用功用呢，咱一个人的行为，若是会当好影响足一人。也拿呢，就等于讲，咱一个身躯变化了，真侪身躯伫咧教化真侪人共款。所以，这款的菩萨行呢，就是属于千百的化身。那对于这个千百一化身，搁再另外做一个新的解说啊。我相信呢，咱各位呢，拢真正容易了解。比如讲，咱现主时有这个电台讲经，或者是讲电视的报告。事实上，在电台讲经方面讲起来，我本来呢，只有在功德寺
咱的整个之声的制作中心录音室内底只是一个人伫这个所在来做这个节目来讲绿作大景。但到迄个时阵，早时也从北部、中部、南部4个电台放出去了。恁每一个人只要有收音机，都拢有我的声音伫遐伫咧讲。你若咧是毋是等于讲我所讲的这个声音就化对你迄个所在去安尼？你若是讲有100人咧听，变成化作100位；1000个人听，化作1000位；10000人听，化作10000位。安尼化出去。这当然这是加少着科学的力量。但是呢，这也会使你来当作讲就是属于化身的体会。那搁再一项更加较明显的比例，像讲在光明世界电视方法中，有当时我伫咧解说佛学文档，或者是讲其他的法师，在咱的节目中出现讲经啦、讲开示，伊嘛是一个人录影了呢，经过电视台给放出来。但是呢，只要有迄个电视机的所在，在迄个时阵，在银幕上所出现的，就是我的像，或者是所有这法师像拢伫遐。安尼岂毋是一个人的这像呢，就变现到这样一个所在去呢？这呢，当然啦，也会使你家当作讲就是化身的体会。所以这个化身者，就是咱修行对外所发挥的变化功用，也可以讲就是行菩萨道的妙用。六祖慧能大师的这款的讲法啦，可以讲就是一针见血，非常的直接了当。一边讲若你本性别说三心啊，即名有心无地。这个意思就是讲，咱这个三心。就是不离咱的自性，所以假如若是离开了本性，另外呢，我再来讲这个三心，咱哪里呢就名个，就是讲有这个三心来讲变成无迄个地，四谛也无离开本性，三心也无离开本性。那是离开了本性来讲，这个三心就变成了有心无地。一边讲让三心无有自性，这边四谛菩提。讲你假用啦，是当互来了悟着三心是无自性，也哪呢？就会当互明了四谛的菩提。这个三心就是法心、报心、化心，这已经了解咯。四谛者就是属于前面所讲的台湾经谛、平等性谛、妙观察谛、成所作谛，这4项。那这个三心四谛是要安怎来个配合呢？应当就是三心四谛来配合。也就是讲，由于这四谛来塑成三心。要来讲起来，到底是多一项甲多一项的智慧，该强起来变成三心中的一个，也多一个智慧是属于三心中的独立的一个呢？这是在入道这个顿悟入道要闻论内底所论的问题。回答就是讲，台湾经典是单独成立这个法身所以这个台湾经典呢是配合在这个法身的所在。也平等性谛是单独成为报身，所以平等性谛就配合在报身的所在。妙观察谛甲成所作谛就强成化身所以这个妙观察谛甲成所作谛就是配合在化身的所在。
咱必须了解，所以叫做讲做成所作地，这就是咧指讲会当好来成就种种的这事业。要度众生，也用目睭看，空听，咱的五根的作用等等。这个成所作地呢，是由五识所转。所以这个成所作地呢，就是对这种的外表，五根的外表作用方面，这个妙观察地是由意识所转。就是讲，将第六意识转成了妙观察地。要度众生，不但是讲咱要有智慧，而且呢，要有五根真正灵敏。所以妙观察地甲成所作地就配合在化身度众生的应用这方面。这个平等性地变成为报身者，就是讲，咱若要得到圆满报身法。必须呢，把迄个五执法执一切拢给去掉，确确实实呢，会当得到平等性迄个所在。安尼这是一个报身。你既然会当后来得到大圆境，那当然这就是属于清净法身啦。这个三身甲四谛，这应该呢是无分别的物件。所以在这个所在，才讲，若是离开了本性，另外来讲，这个三身，就名叫做有心是无地。那会当了悟这个三身呢，是无有自性。那叫做三身是无有自性的。无论是讲法身，无论是讲报身，无论是讲应化身，应该是同一体啦。只是呢，在这个一体中，分为体相用来说明。假如若是用五个境界参慧能大师所悟的讲，本来是无一物。那既然是本来无一物，哪里当搁再甲分什么是一个法身啦，是一个报身啦，是一个应化身啦？所以这个三身是约咱自性的体相用，也可以讲是为着要来引导众生所加安入的一个描述。所以来当了解三身无自性，就名叫做四谛菩提。下面讲天五机缘，这个天五机缘就是讲你呢来听我来讲这个机，讲自性即三身啊，发明成四谛，不离见闻言，超然定佛地。五金为你说提神应无别，木学地球者，将日说菩提。自性即三身，这个自性就是咧指咱自己的体性，就是自心的体性。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的自性，拢具足三身。因为咱清净法身，这是大家拢有的咯。在清净法身的立体中，咱的智慧本来嘛是圆满具足啊。也咱这个智慧，伊本来呢就是当发生迄个妙用啊。所以呢，三身啊，在咱自性中应该拢是具足。那记号好，这个具足是具足啊，毋是讲一定具足了对发生迄个作用。在天台中，有伫讲做性即事作，或者叫做理即事作。咱对这个意义呢了解呢，咱就会当好将这个具足，甲发生妙用，甲分开来看。在天台中所讲的一切，拢是在理性中具足。虽然是讲具足呢，是毋是有事作？就是讲是毋是有经过这个思想行为表现的，那这应该是另外一回事。我即马在这个所在甲咱提出一个简单的譬如，比如讲咱一个人无论是目睭、耳孔、鼻孔、骹手，拢总具足。除非是忏悔人，那是一个好人咱的六根本来就拢具足。但这个六根本来具足，并毋是等于讲就是会发生作用。因为我讲呢？上师是讲你这人目睭
都好好，毋过呢，将一个布啊，甲你绑起来，目睭甲你按起来，甲你扎起来，安尼你这目睭呢就看袂到物件。啊，你这个耳啊，虽然是讲好好的咧，但是两边将迄个耳啊甲你踢掉咧，你耳孔就无听见。手虽然是好好，但是手呢，将这个手脚甲你扣掉咧。骹呢，本来是会行路，但是用骹路甲你落掉咧。也拿呢，骹手也袂叮当啦，目睭也无看，耳也无听见。哦，虽然你有目睭、有耳孔、有骹有手，确实呢，袂当发生迄个作用。这就是咧说明讲，虽然咱记住这个三身，哦，这个发生这是理啦，无对。也这个报身，哦，应化身，这是一种常甲用啊。尤其是这个应化身的用，咱本来原来有记住迄个妙用的，毋过因为咱众生呢有烦恼业障，这个烦恼业障甲咱颠除掉了，就像我拄则所讲啊呢。目睭互人甲你砍掉咧，耳仔踢掉咧，骹手绑掉来共款，无法度后来发生着迄个妙用。啊，要如何使发生妙用呢？哦，比如讲咱人的身躯要安怎样会当得到作用？你目睭绑咧，今仔个抛开啊，你耳孔的耳仔甲踢咧，甲摕掉啊，骹甲手你甲放回开，自然你就会发生作用。共款的意思呢，咱众生绑在咱的这个。发生啊，报身、应化身的，这所啊，就是烦恼罪业，拢该透透开，就当发生了伊的本来妙用。那除非这以外，咱虽然是讲三身具足，但是呢，必须啦，咱有迄个善知识来甲咱启示，也咱自身呐，肯来发心。哦，甲人讲咱本来具足就迄个作用，咱若毋发心呢，等于无啦。所以在经典内底所讲的六根具足，或者是讲六根不具足的这个问题，那是讲要较下意去讲起来。所以六根具足就是讲啊，你这个人骹手拢好好；六根不具足啦，就是讲啊，你这个骹手较寒。但是讲要较空阔意义讲起来呢，就变成讲，虽然你这六根具足，但是有作用也无。你虽然是有这两只手一个，但是你这手真懒死，无要去做工课，安尼你有手等于是无手。虽然是讲你两只骹好好，但是你毋行路，你有骹呢等于无骹。哦，你看咱在报纸上嘛捌看到啦，有人呢无手，但是用个骹呢来一个写字。哦，安尼呢虽然是讲伊无手，等于是有手了。也咱有手的人，咱无要去作用有手的等于无，哦，伊无等于有，哦，懒死的人有等于无，这呢是对于这个六根具足或者是讲不具足的另外一种的解释。我讲这意思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既然咱呢也目睭也耳孔也骹也手，咱啊就爱来去思维会当好来发生迄个。好的功用，咱的目睭爱来看佛经，耳孔听佛理，咱的嘴啊讲佛话，咱身躯所做的就是佛家的事业。咱这两只脚要行，行来去寺院，行来去道场的所在，毋通讲你一两只脚袂晓行，甲行对跋筊场去啦，行对迄个歹所在去。也若你袂当好向对好的所在来去发生迄个妙用咧，虽然是讲具足啊，等于无。对于这个自性其三身的意义咧，我搁再提出其他的道理来甲咱各位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当咱伫咧研究佛法的迄个时阵，咱毋是讲干那用迄个文来甲解说迄个道理。也咱将迄个佛法当作讲，这是一种的目测高深的物件，当作讲这是甲咱无关系的物件。事实上，这个佛法就是要互咱来得到应用，也就是讲，咱应该了解佛法了，将这个佛法呢表现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所讲的千百亿化身逆之行也，也是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咱听到这句佛法迄个时阵，
咱除非来深入了解这句佛法究竟的意义以后啊，还佫再进一步来甲追究讲，那这个佛法到底甲咱的修行有什么款的关系？这个佛法甲咱日常的行为又佫再有什么款的关系呢？咱要安怎来去应用，才会当好来达成着这句佛法的妙用呢？咱会当将这个所在来去体会，会当将这个所在来去实行，也正是着做慧能大师所讲的，会晓来专经，毋是修经专啊，所以叫做讲专经者，就是将佛法利用在日常应用中。注意看先听众，咱今日节目时间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着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